后来总统来接受到美国新闻台的专访，讲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一天一天来增加。嘛第一届来证实，讲这个美军确实是有派人来台湾协助咱的国军的训练。台北市长郭文铁早起伫个议会闭顺的时阵讲，伊看到是心惊胆吓。我是看着心惊胆战哦。心惊胆战，看哪一个字？心惊胆战。那其实国防还是要准备的哦，但是对外是要尽量要求和平嘛，对内要足够的准备。你现在内部准备好了吗？我都不晓得。你觉得有准备好吗？我们台湾内部，根据这个国外媒体的报道，我们自己的军方的士气啦，相关后备的动员啊，都呈现一个需要这个增补的状态。你觉得我们目前的情况足以应付万一的发生的战事吗？这个不可以告诉你美国国务院跟我讲的话好。议员甲市长问讲，台湾即摆敢有法度来应付到两番的战争咧？郭文铁是真神秘哦，讲袂当甲你讲美国国务院甲我所讲的话，讲郭文铁可能明年3月会到美国来访问。郭文铁讲，不管是了解美国，或者是互美国来了解，拢是真有必要的代志。